Hi， 我係 Nelson， 係物理治療師，亦係 S&C 教練。有冇遇過呢啲恐怖事啊？喺打波嘅時候，隻腳釘實笪地，但又急住轉身，又或者起跳落地嘅時候擺把膝頭哥，個膝頭啪一聲，原來會嚴重到做手術嘅。點解？因為你嘅前十字韌帶可能就係咁樣撕裂咗噶啦。膝頭如果啪咗一聲，係咪一定係前十字韌帶呢？咁當然唔係啦。咁不過如果你真係有撕裂呢，你會有呢一啲嘅症狀嘅。第一啦，你嘅腳好快會腫，而且當你慢慢翻到屋企嘅時候，佢會越嚟越腫添。另外呢，就係膝頭哥嘅穩定性會顯著下降，因為前十字韌帶係幫我哋嘅膝頭哥關節防止佢向前移動嘅一個韌帶啦。咁若果佢斷開咗嘅時候，你做某一啲嘅動作，例如係落樓梯啦、落斜路，又或者跑跑跳跳呢一類嘅動作咧，你都會力不從心。而最壞嘅情況，其實當你幾個月後，甚至1年後，佢消晒腫啦，你諗住再做翻起跳啊、急停啊、轉向啊，其實你都會做唔到啊，因為前十字韌帶係一樣佢唔會自己好翻嘅結構。ACL 係唔會自己好翻之餘咧，仲好經常出現嘅。例如好多嘅 NBA 球員啦，都曾經有 ACL 嘅傷患困擾，有啲甚至乎已經有2次出現嘅問題。咁點解佢會發生呢？其實當你釘實咗笪地，然之後好急咁樣轉向，又或者起跳着地嘅時候力學唔靚，即係膝頭哥夾埋咗啦，同埋膝頭哥蹬得太直嘅時候，佢就會容易斷開嘅。咁而好多時出現呢個問題呢，係並冇碰撞發生。咁所以你唔好以為，你冇對手自己練波就冇問題啊，反而其實好多時都係冇人喺旁邊㗎。要知道你係咪前十字韌帶撕裂呢？分別你要做2件事嘅。第一啦，你就要去照磁力共振啦。第二咧，你就要有臨床嘅測試。若果磁力共振嘅報告話你有50% 或者以上嘅撕裂，而臨床亦都係發現好鬆嘅話，咁你咧就好大機會要做重建手術啦。如果唔係，你就好難再做一啲跑跑跳跳嘅動作。而重建嘅手術主要有2種，會用髕骨嘅韌帶啦，又或者係膕繩肌嘅肌腱嚟做重建嘅修補。嗱，記住咧，你唔係重建咗就好翻嘅，因為呢個手術做完之後，你仲要做6至12個月嘅復康訓練，內容包括點樣控制翻你嘅肌肉啊，練翻爆發力啊，同埋最重要係點樣融入翻你嘅專項訓練。你先至可以安全咁玩翻你想玩嘅運動嘅。如果你仲有啲時間先至做手術嘅話咧，記住2件事。第一啦，確保你膝頭哥關節已經可以完全屈埋嘅。第二，做適量嘅重量訓練，維持翻你下肢嘅肌肉。咁樣啊，你做完手術先至會更加有好嘅效果嘅。但係相反，如果你夾硬衝去做手術嘅話，而尤其是你膝頭哥根本都未完全屈得埋咧，你就好容易出現其他嘅問題嘅。之後想知更多嘅運動資訊，就要記住 follow 我哋 Sportential 啦 ，like share 我哋條影片，同埋 follow 我哋嘅頻道。如果仲係有唔明嘅話，就直接問我哋啦。